新闻一开始，赶紧来关心到这宝林地色的食品中毒案件。负责人雷锋县姓王的店长，还有休困出国姓周的岛主，今下晡拢来到台北地检署进行口径的比对。那负责人是头一届向社会大众来回实的。目前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讲，是6个当前，还有2个人死亡，因的身躯顶呢，拢检出到这米卡菌霜。不过这几啊条是无检出来，上新呢有一个卫福部说明，请观众朋友继续来等待。宝林地社负责人雷锋县29下晡以上台北地检署访问，事件爆出来了后，头一摆对镜头来核实的，由委任律师发表谈话。我们都非常的积极的配合做调查，那甚至呢，在这个申请调查证据这边呢，我们也有给这个检方这边一些建议，然后希望早日呢能够厘清这个案件到底发生的这个真相为何。雷锋县的委任律师讲，包含雷锋县也个伊的爸爸妈妈拢捌伫个离甲离世，食过宝林地色的炒几啊条，显示这是一个真少看的食物中毒案件，希望赶紧调查真相，进一步处理后续赔偿的代志。由台版超过7天的姓王的总破西讲，台版期间正常煮食，有啥物煮啥物，无另外加料。叫会是头家统一采买，所以除了访问负责人雷锋县甲姓王的店长以外，也头一摆团环案发期间休假出国的姓周的总破西，到北检来进行口径的比对。物品的部分，当然一定我们会从这个所有的食材跟环境去看嘛。住院的病患，那这个检体我们有收集。宝林地色食安风暴继续团，台北市卫生局、法务局下晡由食安官带队到湾东百货信义 A13美食街来稽查。现在的保单是还在程序中，是有效期。宝林地色案件爆发到即阵，全台总计通报21例，死亡有2例，年龄对10岁到66岁拢有，重症5例。也台北市29的新增加3名病例，不过4个也伫家户病房案例，状况继续恶化。其中1个除了肝甲腰子歹去以外，脑部也产生病变。另外第2个死者，树林地检署也正式验出米甲菌霜。裁剪之检体经送台大医院化验结果，已完成检测的部分检出米酵菌酸阳性。有关这个宝林地色案件真相，唔拿检调爱查清楚，卫福部嘛已经由人甲物来检体做检验，真正向社会大众来说明，降低这食安的疑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